从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请朋友们听了许多民间式的即兴音乐。那在这之后呢，我们来换换口味，听一首由国乐团所演奏的即兴音乐《福寿全》。我们也可以借着这首音乐来比较一下，究竟是国乐团准确的音准、丰富的配器所演奏出来的乐曲比较感人呢，还是土生土长、自然萌芽的乡土音乐比较能够感动人？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曲子是由配器非常齐全的国乐团所演奏的即兴音乐《福寿全》。在听这首音乐之前，我也请朋友们您注意听一下，是由这种音准非常准、配器非常丰富的国乐团所演奏的即兴音乐所演奏出来的曲子比较能够感人呢，还是土生土长、自然萌芽的乡土音乐比较能够感动人？以我个人来说，我是觉得土生土长的这种自然配成的乡土音乐比较能感动人，因为它是人们的心灵的一种契合。但是以国乐团来说，它好像是硬灌出来的一种模式，而让人感觉到，准是很准，可是感人的程度似乎没有说，不知道您有些什么样的感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所给您进行的所有的节目内容，谢谢您的收听，谢谢收听您的撰稿，谢谢王东胜的录音，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